一條港鐵扶手柱竟然可以睇到香港人有幾忍得，又有幾忍到爆。最近網上有條片引起熱議，一名女乘客喺港鐵車廂入面遇到俗稱處女嘅乘客，即係咩？就係成個背脊挨住條扶手柱，好似將港鐵車廂當成自己屋企客廳，將條柱當成靠背，其他人想扶，對唔住，你自己諗辦法。但今次呢位女乘客冇選擇退讓，佢直接將手放入對方背部同扶手柱中間，照樣攞翻自己應該有嘅扶手位。結果對方覺得背部唔舒服，就即刻縮開。片段一出，網民反應非常熱烈，好多人一句講晒做得好。各位觀眾，歡迎翻到娛樂熱話圈。今日呢單表面係港鐵車廂一個小小動作，但其實背後講緊嘅係香港人每日翻工放工逼車廂逼到無晒耐性之後，對公德心失守嘅一種集體爆發。因為處男處女呢件事真係唔係今日先有。你搭港鐵，尤其係繁忙時間，最怕見到咩？唔係人多，因為香港人都知港鐵一定多人。最怕係有啲人明明企喺扶手柱旁邊，但佢唔係用手扶，係成個人挨落去，背脊貼住條柱，手袋又遮住一邊，頭髮又掃住另一邊，條柱即刻變成私人領土。最尷尬係你企喺旁邊，列車一開一停，身體已經搖嚟搖去，你想伸手扶一扶，發現冇位，你隻手一伸出去，就似乎要貼住對方背脊，你唔伸手，又驚列車一剎車，成個人飛出去。所以今次網民點解咁大反應？因為太多人有共鳴，大家唔係純粹想睇人出醜，而係覺得終於有人做咗我哋平時想做但唔敢做嘅事。片段入面，女乘客做法好簡單，就係喺對方挨住扶手柱嗰刻，將手攝入對方背部同扶手柱之間。你要挨可以，但條柱原本係俾大家扶，唔係俾你一個人霸。你挨住，我就照樣扶住。最後對方覺得唔自然，縮開身，扶手柱重新俾翻其他人使用。聽落好似好小事，但網民反應好爆。有人話對付呢啲處男處女人人有責，有人話見到對方敗走真係好心涼，亦有人話平時見到呢類人真係嬲，尤其係車廂逼到連企都企唔穩，佢仲要成個人霸住條柱。但另一邊亦有人提醒，呢招雖然解氣，但其實有風險。第一，身體接觸容易引起誤會。今次事主係女乘客，對住嘅亦係女乘客，網民先比較容易用制裁角度去睇，但如果性別轉一轉，或者動作角度有少少誤會，就好容易變成另一場爭執。公共交通工具入面人多，角度窄，情緒緊張，一個動作好容易被放大。第二，對方未必會退讓，你遇到講道理嘅人，佢可能覺得尷尬就縮開，但你遇到惡嘅人，佢可能即刻轉身鬧你，甚至話你搞佢。到時本來只係一條扶手柱，最後變成車廂罵戰，甚至要職員介入。第三，網民睇片覺得爽，但現場承擔風險嘅係你本人。網上留言可以好勇，可以話我都會咁做，我一定頂翻佢，我見到就出聲鬧。但真正喺車廂入面，身邊全部陌生人，對方有咩反應你估唔到。你要保障自己，唔係只係揾一個最爽嘅做法，而係揾一個最安全又最有理據嘅做法。所以今集我哋要講清楚，批評霸柱係合理，但唔代表任何反制方式都值得鼓勵。扶手柱點解重要？因為港鐵車廂入面，扶手柱本身就係公共安全設施，列車開動、轉彎、剎車，乘客需要有地方扶穩，尤其係長者、小朋友、孕婦、身體平衡力差嘅人，條柱唔係裝飾，係用嚟防止跌倒。當一個人用背脊霸住成條柱，實際上就係將公共安全資源私有化。呢個位就係網民嬲嘅核心。香港人搭車已經好逼，返工時間大家都趕，放工時間大家都攰，每個人都想有少少空間，但空間有限，所以大家更加要守住最基本嘅默契。你可以企近條柱，但你唔好挨晒落去。你可以用一隻手扶，但你唔好成個人霸住。你想舒服少少，其他人都想安全少少。而處男處女最乞人憎嘅地方就係佢哋好似完全睇唔到其他人。有人想扶，睇唔到；有人隻手被壓住，理唔到。車廂好僻，關我咩事？呢種自我中心喺香港公共空間入面特別容易引爆情緒。
因為香港人日常最常遇到嘅唔係大奸大惡，而係呢啲細細粒但日日磨你耐性嘅行為。扶手柱霸住，車門口塞住，扶手電梯出口停低，地鐵開門未落晒就衝入嚟，餐廳排隊打尖，戲院大聲講電話。每一件單獨睇都好似小事，但日日累積就會變成一種點解我要守規矩，但你可以咁自私嘅心理不平衡。所以今次條片會紅，唔係因為動作本身有幾驚天動地，而係因為佢擊中咗一種集體情緒。大家平時忍得太多。但問題嚟啦，遇到處男處女，最合理做法應該係咩？第一步最簡單，直接用手扶翻你應該扶嘅位置。呢個做法嘅重點唔係要整蠱對方，而係清楚表達條扶手柱係公共設施，我有權使用，你唔需要推人，唔需要鬧人，亦唔需要刻意製造身體衝突，你只係正常扶住條柱。第二步，如果對方繼續挨住你隻手，可以直接出聲，一句已經夠。唔該，借一借，我要扶住條柱，或者唔好意思，條柱係俾大家扶嘅。注意語氣可以平，但要清楚，唔好一開口就爆粗，因為你一爆，旁邊人未必知前因後果，只會見到你鬧人，到時道理本來喺你嗰邊，都可能俾你自己搞到輸晒畫面。第三步，如果對方惡，保護自己先，你可以移位，可以提醒身邊人小心，可以下一站落車再換卡。必要時向職員求助，你唔需要為咗一條柱同陌生人搏命。網民一句做得好，好聽，但真正有事時受影響嘅係你自己。今次事件最值得講嘅係佢俾香港人一個提醒，公共交通禮儀真係唔係口號。好多人覺得搭車啫，有咩咁嚴重？但公共交通就係城市文明嘅縮影。你點排隊？你點讓路？你點用扶手？你有冇留意身邊人？其實全部都反映一個城市嘅日常質素。港鐵車廂咁逼，大家都唔係好舒服。但正正因為大家都唔舒服，所以更加要互相留位。你挨一條柱，可能你舒服咗10分鐘，但你身邊幾個人就要一路搖，一路驚跌，一路心入面鬧你。呢個就係自私。我知有人會話我好攰，挨一挨都唔得。問題係你攰，其他人都攰。你想嗌熱可以靠牆，可以企去車廂邊位。但扶手柱唔係俾你背脊用，係俾大家隻手用。又有人會話咁多人，大家逼埋一齊，難免會掂到。冇錯，逼車一定會掂到，但逼到掂到同主動霸住係兩件事。前者係環境逼，後者係選擇。網民鬧嘅正正係嗰種明知其他人要扶都照樣霸住嘅態度。所以今次主持觀點好清楚。第一，處男處女真係應該被批評。第二，女乘客成功反制，難怪網民覺得解氣。第三，但大家唔好將呢件事簡化成以後見到就照做，因為每個現場情況唔同，安全同誤會風險都要考慮。第四，最理想嘅公共空間唔係靠大家互相制裁，而係大家本身就識分寸。可惜現實往往係你太有禮貌，對方以為你好蝦，你一出手，網民先話你做得好，呢個先係最諷刺。香港人成日講快、準、有效率，但公共禮儀好多時就卡喺一個位，人人都想自己方便，但唔係人人都記得自己方便緊嘅時候，可能令其他人好不便。一條扶手柱點解會變成熱話？因為佢唔止係一條柱，佢係一個公共邊界。你霸住佢就等於話我嘅舒服比你嘅安全重要。你被人反制就等於有人話翻你知，公共空間唔係你一個人話晒事。所以網民激讚做得好，其實讚嘅唔止係個動作，而係讚有人終於打破咗自私人永遠大晒呢種無力感。但講到尾，最值得推廣嘅唔係大家日日喺車廂鬥法，而係一句好簡單嘅常識：扶手柱係俾人扶，唔係俾人挨，更加唔係俾人霸。你搭車可以攰，可以想休息，可以想企得舒服少少，但起碼留翻條柱俾其他人扶穩。呢個唔係高要求，係最基本嘅公德心。各位觀眾，你哋又點睇今次港鐵處女風波？你覺得女乘客咁做係大快人心，定係有少少冒險？你平時搭港鐵遇到有人霸住扶手柱，你會出聲招呼忍住，定係直接行開？留言講下你最難忘嗰次港鐵奇遇。記得訂閱娛樂熱話圈，我哋繼續同大家睇晒香港網民每日最爆、最貼地、最有火嘅熱話。